上苍是上伟大的雕刻家，伊予金山野柳才会东北角沿海有基卡岩礁，形成美丽的海岸线。金山旧名金包里，听起来是一个富裕的名字。1697年来台湾找找刘洪，要做火药的岳永和，伫伊的著作《采柳日记》内面，就有写着金包里。讲到金山，爱为红溪讲起。早期有人伫红溪发现沙金，结果所谓的沙金是硫磺的结晶。这个美丽的误会留落金山这个地号名。既然金山不是金仔山，金山人也是爱掠鱼种作过生活。凤港有一种叫做放火仔的传统掠鱼的方式，将电土点倒，火光会吸引青兰仔来挖。原本新历5月到9月是青兰仔大掠的季节，最近愈来愈看无青兰仔的影食。金山人真清楚。这不是开漳圣王甲妈祖婆无甲咱保庇，近海渔业生态的迫害，拢是人家己做得来的。海甲山同款，若是会晓处，袂晓顾，就会愈来愈做无头路。清朝时代就存在鱼路，说明金山是一个有历史的所在。当年地上苦岩出自铺造的苦岩桥，甲咱讲，先民所赚的每一分钱，拢是靠肩胛落去担，靠双脚落去行。咱若是有机会来到金山，耍海水、食鸭肉以外，嘛来体会先民流汗打拼行过的路。这是咱的历史，嘛是台湾的精神。